洗浴室玻璃上的水垢真係煩人，但其實有幾個簡單又有效的方法可以搞掂佢。家居清潔妙招：白醋加小蘇打。一將白醋同小蘇打混合入噴壺，搖勻後噴喺玻璃水垢位置，等10至15分鐘，再用抹布擦乾淨。酸鹼中和原理可以分解水垢。2. 酒精加舊報紙，將稀釋酒精噴喺玻璃上，用舊報紙擦拭。報紙油墨有吸附力，效果比普通抹布好。3. 檸檬酸清潔劑，將檸檬酸粉加水溶解，噴喺玻璃上靜置一陣，用微濕布抹走，記得唔好留太耐，避免損傷玻璃衫。4. 去水垢專用海綿或魚鱗抹布，市面有專門去水垢的海綿或魚鱗抹布，唔會刮花玻璃。用水潤濕後均勻擦拭，效果唔錯。